不好消息出来啊，老肖之前是跟他有接触过。因为这件事情证实了，就是很难过啊，因为之前一直在关注这件事情，也想要了解到底是什么情况、什么原因。很想了解，到现在我都希望是假的，因为虽然我跟刘震老师没有太多的接触，但是感觉我们很近，因为他的亲切，他的笑容，对，他的温暖，都在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很深的那个印记，所以都很关心